和平，从不理性成规和荣辱。它能使一切恐惧、震惊和痛苦在伸手时化作甜蜜。莎士比亚不如意的婚姻，好比是座地狱，一辈子激争和斗，不得安生。相反的，见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，就能百年协和，幸福无穷。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，可是不要过分狭隘。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，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？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得更高，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。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，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，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。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，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它本身的价值。莎士比亚富贵固然和有语的好坏无关，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同有真爱分明的真假。莎士比亚不速之客是在到死以后才最受欢迎。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，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。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，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，并不都是金子，动听的语言，并不都是豪华。莎士比亚华上在富丽堂皇，也只是肯上楼得莎士比亚名字的人绝不坐下来。